一般厝内村的菜叶啊、水果皮，民众若无回收，其实真拍算。亲像光华社区的一点一滴放伫回收桶，然后足有3个月左右，就变成天然的有机肥水。其实这款的做法，社区总干事对县市合并进程就开始推动，伫环保局的辅导设立堆肥站，一步一步落实，已经养成习惯。本来阮对这厨余堆肥，其实老实讲也没什么概念，也没什么概念。是因为即摆咱拢推动环保嘛，推动有机了、无毒了，少用这个化学肥料了，少用这个除草剂嘛，我就的环保局，伊就来讲不再设个这个堆肥站但主要是要有空间，空间。因为乡下古早乡下拢做做一种低调，猪舍嘛，猪舍很多，现在差不多拢废弃啊，弄废弃不要人办理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整修一下，然后整理一下然后我再做几个架子，然后环保局摕一寡桶来因为平时阮都拢有咧做了对啦，所以几乎是没什么阻力啦。对，因为设立堆肥站发酵过程难免有臭味，伫市区恐惊较无法度。毋过伫客家庄卡，则是利用废弃的低调，甚至已经推广到家家户户，坚持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结果，嘛，互一丛一丛的果树生甲果肥个用。感想就是讲，它的肥料的确是好用，因为这种植拢阮太太咧种植，伊感觉讲这肥料真正是很好用，比化学肥料还要好，对了，尤其那个易肥，那生产蔬菜型，那每个礼拜吧，差不多每个礼拜稀释浇一次，它的菜就比那个化学肥料的菜还好吃。曾经核选全国特有志工的总干事对科技大学教职退休以后，就到伫社区营造，除了堆肥有成，嘛将光华打造成模范社区。台湾新闻，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